我哋講到要用呢一啲儀器啊，又或者呢啲方法嘅時候，其實都係因為我哋皮膚出現幾個問題，就係有鬆弛啦，同埋譬如皮膚嘅彈性唔夠啦，甚至乎出現一啲皺紋啦。即係有時可能有啲美容燈啊嗰啲嘅話咧，可以嘅，但係就要記得咧要保護對眼啦，因為嗰啲燈有機會會傷到我哋嘅眼啦。咁同埋咧照完嗰啲燈之後咧，其實有機會會導致到皮膚咧出現更乾燥嘅問題啦。做之前或者做之後咧都要做好呢個嘅保濕。我覺得即係用下都冇問題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就頭先都有講過啦，因為你不斷咁樣去拉扯你嘅皮膚啊，又或者去刺激你嘅皮膚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會有機會做到一個二次傷害啦。我哋講到要用呢一啲儀器啊，又或者呢啲方法嘅時候，其實都係因為我哋皮膚出現幾個問題，就係有鬆弛啦，同埋譬如皮膚嘅彈性唔夠啦，甚至乎出現一啲皺紋啦。其實我自己個人會主張咧，係由內靚到外嘅，因為咧你皮膚點樣先至唔會出現鬆弛同埋會出現皺紋咧？就係你個皮膚嘅底層，首先一嚟水分要足夠啦，油分亦都要充足啦，繼而你會有充足嘅水油平衡同埋有光澤度啦。咁同埋咧就係你個皮膚嘅底層個膠原度咧，你一定要有好緊密，咁你先至唔會出現鬆弛或者凹陷甚至乎下墜嘅呢啲嘅情況咯。咁所以咧，我會建議係植入去嘅一啲supplement喺身體入邊去補充出嚟，個效果會嚟得更快、更有效、更明顯咯。咁如果大家有健康嘅資訊想知道嘅話咧，咁就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轉發出去。同時間咧可以留言俾我，話俾我聽你哋想知道嘅係啲乜嘢。